啊，等下破啊，你看，内底有记忆力，记这先出去，记出去，好厉害，记这若无八开，唔免放冰箱门啊。若八放冰箱，若无八，像这安尼完成的啊。讲这红丝啊，拔会掉迄，咪掉年钱卡。哎，借了哦。无啦，我喊过啦，你看得好。问年钱卡就好啦，有颜色。安尼翻面嘛是用安尼呢，用安尼。规丝用啊拔会掉的，啊这味道呢，小开味道。若要八开，从啊拔丝啊。若八就冰咧冰箱里，农历2月才来种。唔免伤大叶啊，唔免伤压水这个好照顾。尾糟呢，只尾哥呢，够味的糟，它跟新鲜帮助新鲜。还好嘞，这味糟啊，青拍到面呢。那炒菜的是一小段的嘛，这个都放太久了，太熟了，纤维太粗了，你不能炒菜。要晒干变成那个，收集那个种子用的。没有冰箱的话，就不要打开，不要敲破，用绳子绑好，吊在屋檐下。绳子绑好，吊在屋檐下。味道，味道，呵呵。